继续咱来看，美国前2天是连续发生枪案。上新的一个案件是发生伫咧佛州的一间连锁商店。当地时间2日下晡，有一个白人的男性，伊入去店头内底，举枪向一阵非裔的民众扫射，了后自杀。包括凶手在内，拢总有4个人死亡。然后 FBI 嘛已经以种族主义甲受训犯罪方向来侦办。非洲的民众大家为做伙，心情真悲伤。美国非洲杰克森维尔区伫当地时间2日下昼，有一位白人的男性从入去一间平价连锁商店开枪扫射，造成3个人死亡了，家己开枪自杀。当地警方证实，死者拢是非洲的。We are not identifying the deceased victims at this time, but I can tell you that there are 2 male victims and 1 female victim. All of the deceased victims are black. 警方表示，枪手是一位20统计白人男性，穿着战士甲，手拿着 AR 式步枪甲手枪，从入去商店内边。其中一个枪顶头一个纳粹的图形。枪手的目标真明显，拢是非洲的族群。FBI 已经把这件案件调向种族主义受训犯罪方向调查。This shooting was racially motivated, and he hated black people. He wanted to kill niggers. That's the one and only time I'll use that word. 代志发生的所在是非洲的社区，伫历史真久的非洲的名校爱德华沃特斯大学附近。对这件枪击事件，市长甲议员拢表示无法度接受，也感到真愤怒。And this is unnecessary. You know, it's unjust that we can't even walk on the sidewalks. We're not safe in any stores. Well, I'm heartbroken, obviously. This is a community that has suffered again and again. 另外，伫波士顿2日有一场游行也发生大规模的枪击事件，至少7个人丧命去。美国职棒大联盟芝加哥白袜队主场2、5日比赛时阵也发生枪声，造成2位女性受伤。美国伫一个礼拜内发生几多件枪击事件，真无平静。记者综合报道。